知道金药丸的，知道打知道了。知道金药丸的，知道打知道。来，知道打知道，哦，知道哦。来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他们没有经过我同意，用我的照片去做一首歌叫《天风为来刀》，觉得过分打过分，觉得过分打过分啊！是天风为来刀那个吗？没有错，知道打知道。哦，被封锁不会解开，哦，要泡的继续泡。哦，很过分哦。他们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同意，公司也没跟我商量，拿我的照片来做歌啦。然后呢，赚点阅率嘛，一定有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没经过我本人，拿我照片来做这一首歌，那就算了。然后现在还在找我麻烦，觉得过分打过分。觉得过分打过分了。来，有听我的，全部去金药王粉丝团，叫他们道歉，叫他们开直播公开道歉，因为他没有经过我本人同意，用我照片来做歌就是不对，好不好？有听我的，全部搜寻金药丸，叫他们开直播，出来澄清这一件事情，哦，叫他们出来道歉，好不好？有听我的，全部有听我的朋友，全部去他们粉丝团，叫他们公开道歉了，真的太过分了啦！禁药丸吗？对，全部去他们粉专，全部去洗屏，全部去洗版，叫他们出来公开道歉了。哎呀，叫他们出来公开道歉，真的很过分啦！哦，我跟他们并不熟啦。哦，我一个好好的人，你没经过我同意，你用我照片去做歌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太过分了啦？刚好就好了啦。好，全部去洗版，叫他们开直播澄清、公开道歉。为什么要用天风的照片做一首歌？你们又没经过他的同意，全部去洗版。有听我的，全部去洗版。来，晚上好。哦，有听我的，全部去粉丝团，全部去洗版，叫他们直播澄清、公开道歉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粉丝团还没有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的朋友，帮我按赞，我的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啦。全部去他们那边留言，叫他们开直播，还我一个公道，好不好？还我一个公道，好啊！谢谢大家了，谢谢，来。
晚一点看怎么样？晚一点看怎么样？我会开直播，好不好？等等，警察局那边我问一下，看要怎么处理，看要怎么处理。反正要叫他们公开道歉就对了啦，就这么简单啦。全部有停我的，全部刷一整排爱心跟赞，全部刷停，按怒的全部封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听我的全部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，再来粉丝团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，好不好？粉丝团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啦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